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郭文泰94岁老爸郭成发转去了。今仔日咧顺着举行着告别式，郭文泰早起为台北看守所出发，拄着大塞车，8点53分才到位，有赶着9点的加载。郭文泰的双脚甲双手并无扣骹镣手铐。郭文泰对诉老爸。 讲家己伫咧老爸上需要照顾的时阵，去互编造罪名，无法度陪伫咧爸爸的身边。郭文泰嘛回忆讲，爸爸当年有劝伊好好做医生，希望伊莫行政治路。郭文泰讲，伊60多岁啊，也是互爸爸遮尔啊操烦，讲甲激动的所在是目屎太流。郭文泰伫咧告别式。 第一站停留将近1点半钟，10点16分就搁互押转去看守所。伊的太太陈培琪送郭文泰就车的时阵，甲郭文泰揽掉咧，哭甲真伤心，大声来话讲司法迫害。我父亲从新竹搭车到台北，跑去台大医院劝我好好当医生。他说我在2八失去父亲，我不要再失去儿子。 想起囡仔时，家己免别人听，读书着介认真，所以因为决定参选台北市长，互爸爸操心。讲到伤心的所在，郭文泰就直直咧七目屎。我因为各种司法漏资的罪名遭到搜索羁押。身为一个急重症医师，行医30年，我竟然在我父亲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没有办法亲自照料。 重要的老爸却无伫咧身边，家姐弟叔目屎一直咧滴。郭文泰今仔日参加爸爸的告别式，骹手无扣扣起来。告别式放送追随影片纪念爸爸。一日一句交代囡仔，郭文泰少年时和爸爸妈妈规口罩相片，幼稚的面正高读册，麦当看到郭爸爸笑甲满面春风，拢伫咧影片内底公开。 郭文泰伫咧爸爸告别式讲到，收到伊病危通知，才介互到病院。前2摆爸爸有想要舔开目睭，甲伊看一下。我知影伊想要等我出来，我想要叫伊煞吼袂出声音。过身的消息过1天，律师才甲我讲这件代志。我60几岁，嘛是互你遮尔烦恼。我会继续坚强，相信苦难拢会过去，一定会有中见光明一天。我不能说什么啊，对不对？好。 不是我决定的。郭妈妈行袂知，行入会场需要当公一个人家扶咧，哪行哪流目屎。后生关押看守所请假转来送爸爸。今仔日透早8点53分到位，准时参加加册。落尾并无参加公祭，是伫咧10点17分离开，停留8点半钟时间。后小游会当接见的3个人将郭文泰送走。政治干预司法破坏人权。 郭文泰念休煞，前经过押转去台北看守所，停留1点半钟的时间，和郭文泰陪伴爸爸行完上尾一段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